继续来讲，立法院这个会期1月30日就要结束，但是有不少重要的议案还阁继续卡条咧，尤其是总预算案也未过关，会影响到各部会计划执行，包括4月就要实施的国民旅游的补助，可能就要拖到9月以后咯。若有关各项特别条例，若民众党提出着家己的版本，讲即摆就参国民党嘛要提出家己的草案。好山好水就伫咧台湾，观光署发布台湾观光影片，就是要杀国民旅游。就算政府想办法杀观光，煞嘛是煞袂行。原定4月特别上路的国旅补助，包含生日带旅社优惠、平常时带旅社的补助、游乐园老少的补助等等，因为总预算继续卡关受到影响。观光署长陈玉秀嘛讲，若是4月未付推杀，恐惊等到9月底。是没有办法无能为力的。当然，我们是希望说，就是如果就观光这个产业而言的话，是不是可以赶快让我们能够有通过相关的议案啊？立法院这个会期延到1月30日，离结束剩无几天。若是总预算无伫咧这个会期过关，2月初期新会期开始，加上定选委员会选出调费排期案，目前确定2月20日开期，上紧可能要等到6、7月才当完成总预算审议。如今卡关的咁纳多。针对行政院提出的1.25条新台票各项特别条例，在野党真侪记录，民众党26号主提草案，不过预算降低到4000亿。国防部嘛临时召开记者会讲要推行，如今嘛传出国民党嘛准备提出草案，哪里各项特别条例都会有3种版本。那当然，我们也持续的跟美方在做这个通畅管道通畅的这样子的一个沟通。这个提出自己的版本，这本来就是讨论的范围之一。如果在野党想要自行提军购特别条例，那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连同行政院版的军购特别条例一起并案审查。就算会期特别结束，调整各自坚守底线，救兵卡到单嘛是无解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